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10号，公元2018年1月2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对台湾与中国大陆信众传授《金刚经》；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2018年为感恩年新闻发布会。 司政罗萨桑格对欧洲3国展开参访活动。中国当局已下令前往印度朝圣的藏人信众需立即返回。欧洲议会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藏人行政中央博物馆公布竞选项目公告。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22号开始，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向来自台湾与中国大陆信众为主的信众展开了为期2天的《金刚经》传授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法时表示，文革虽然在中国持续了10年，但今天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失败的。 外力不能压制中国人民经历几千年的精神文化。今天在中国，不仅佛教得到复兴，而且其他宗教也正在盛行之中。相信中国人民追求精神生活、信仰宗教的势头只会越来越强大。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佛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赞扬中国信众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而做出的努力。 尊者表示，传统上中国文化与佛教密切相关，在亚洲，佛教是先传到中国，形成汉传佛教，然后再传到韩国、越南、日本、西藏和蒙古。事实上，佛教在印度传到西藏之前，在中国已得到盛行。历史上，中国人是佛教先驱者，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宝贵财富。 你们成为佛教先行者而令人钦佩。尊者还认为，传统不应该仅仅通过信仰来保存。达赖喇嘛尊者补充道：“我一直鼓励西藏佛教徒，无论大小寺院，都应该成为学习的中心。不仅在社区，在佛教大学，在寺院，都要研究佛教的哲学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新毕业的格西玛花了多年时间来学习。”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上周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2018年为感恩印度之年新闻发布会，向所在国政府和人民在60年来对西藏的政教事业、民族、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帮助和支持表达感激之情。 1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首都新德里记者俱乐部举办了2018感恩印度之年新闻发布会。2018年是达赖喇嘛尊者和10万多藏人流亡印度整整60年的特别之年。为了表达西藏人民对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感激之情，从2018年3月31号开始至4月4号。 藏人行政中央在新德里将举办为期5天的感恩印度之系列活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西藏人民处于生死关头的危机关头，接受和帮助西藏人民，借此机会向印度政府及其人民表达感激之情。司政罗萨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藏人行政中央为感谢国际社会对西藏事业的不断支持，将把2018年定为感恩年，并以各种方式感谢以印度政府为主的世界各国政府、团体和个人，并希望爱好正义的各国人民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 当天，司政还呼吁印度政府继续支持和推动解决西藏问题，并把西藏问题作为中印双边对话的核心议题。西藏自由运动的成功关乎印度的成功。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1月17号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欧洲3国，展开了多项参访活动。 1月20号，司政罗萨桑格出席了由瑞士藏人社区举办的第5届西藏语言比赛闭幕式，并在致辞时强调，维护藏人身份与尊严是推进西藏自由事业的动力。
并强调了学习西藏语言文化以维护藏人身份的重要性。1月21号，司政抵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见当地政要，期间还参访了比利时安普嫩吞藏人社区。司政罗萨桑格在参访比利时藏人社区时，与流亡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藏人进行了交流。司政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项工作情况，并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反对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但是藏人行政中央及其领导层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司政罗萨桑格还强调了维持藏人身份的重要性，以及流亡各国的藏人要向下一代灌输西藏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并呼吁家长将孩子送到当地周末语言学校学习本民族文化。司政罗萨桑格还对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构成的安全威胁，以及该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无端指责进行谴责，并呼吁各国流亡藏人警惕凶天组织的歪曲宣传和各类非法活动。接下来，请看第4则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传法。中共当局为阻止西藏境内的藏人信众复印聆听尊者开示，从而下令所有前往印度参加法会和探亲的藏人，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各自所在地，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年1月份开始，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来自中国、西藏、台湾等世界各国的数千名信众连续传授了3场法会。近日，中共当局为阻止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信众聆听达赖喇嘛尊者开示，从而下令所有前往印度参加法会和探亲的藏人，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各自所在地，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上述被召回的藏人信众包括来自西藏康区理塘、康地、甘孜、德格、道府和鲁霍等地的藏人信众。他们被警告在指定期限内返回，否则将会没收护照，并进行严厉惩罚。因此，这些藏人信众目前已陆续返回西藏。去年，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传授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中共当局为阻挠境内藏人前去参加法会，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收回藏人的护照，并威胁对他们永不发放护照。同样，这一措施也在新疆实行当中。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曾发布声明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尼泊尔当局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对藏人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控措施，同时严厉管控边境地区。早在2012年，数百名参加达赖喇嘛尊者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藏人返回西藏后，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男女老少都强迫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班，并长达数月。另外，欧洲议会于上周4投票通过紧急决议，呼吁中方应该无条件释放包括律师、西藏僧人在内的被监禁的维权人士。本月18号，欧洲议会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吴京、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西藏语言权利维护者扎西维瑟等所有为从事捍卫人权有关的工作而遭到关押的人士，并准许他们的家属探视，以及选择辩护律师等。对西藏问题而言，欧洲议会再次重申，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接触，并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要求通过对话和谈判赋予西藏真正的自治权。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有关的28个条款中，7条是针对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即西藏语言维权者扎西维瑟于2016年1月27号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宣传西藏人学习母语的视频报道后遭捕。2016年3月，扎西维瑟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
虽然他明确指出，他不主张西藏独立，但要争取中国法律所承诺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益。鉴于此，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韦瑟。2015年，西藏色达县僧人确吉因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而被捕入狱，在甘孜州康定县的一所监狱中被短暂关押，最后被判处4年徒刑。目前在四川绵阳监狱服刑。据媒体消息，他患有肾脏等多种疾病，健康状况十分恶劣。因此，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西藏僧人确吉。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进行对话，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给予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权。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下属西藏博物馆于1月22号开始公开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集西藏烈士纪念馆设计概念图。任何一座博物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存一个群体的事迹，为了纪念中国入侵西藏后至今非正常死亡的120万藏人和保存他们的事迹，以及为了西藏烈士为国家和民族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赋予意义。因此，西藏博物馆面向全球藏人和非藏人征集西藏烈士纪念馆永久性固定展区的设计概念图。在征集后被选定的设计图将可获得西藏博物馆颁发的10万印度卢比奖金。敬请参与者在2018年3月10号前向西藏博物馆递交设计概念图。成功选定的设计者将与西藏博物馆合作，为博物馆创建西藏烈士纪念馆，并且还将获得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提供的部分信贷，以用于西藏烈士纪念馆的设计所需资金。西藏烈士纪念馆将在新的西藏博物馆全面竣工后，于2018年年底在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办公区西藏大厦内开放。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